講起潤唇膏，好多人日日搽，成日都掂下，甚至唔小心食落口都唔為意。但你估唔估到，潤唇膏原來有機會含有塑化劑？點解會咁呢？其實原因好簡單，如果潤唇膏入面含有礦物油、化學定香劑，或者生產過程中唔小心受到污染，甚至係包裝物料帶入嘅，都有機會沾到塑化劑。咁塑化劑食落口、搽喺唇上面，對身體有咩影響呢？講起都嚇一跳啊！影響仲好多方面添，搞亂咗內分泌，影響身體代謝，仲有機會令到人早熟，免疫系統受損，嚴重啲仲會影響生育能力，甚至同癌症有關聯，真係唔可以大意。既然塑化劑咁可怕，日常點樣揀潤唇膏先至啱用，先至安心呢？好簡單，最緊要就係睇實成分表，盡量揀啲主打天然成分嘅潤唇膏，比如用椰子油、乳木果油、杏仁油、橄欖油呢類天然油脂做保濕成分嘅，最好再揀啲用天然植物精油、天然蜂蠟，仲有機成分嘅呢一類潤唇膏，就可以大大減低攝入塑化劑嘅風險啦。講到呢度，就一定要同大家推薦一款我哋嘅心水選擇 Nutrifica 潤唇膏。呢款潤唇膏真係做到100%有機成分，100%零塑膠，全程冇添加任何唔健康嘅化學成分，夠天然，夠健康，搽喺唇度真係好安心。仲有好幾款唔同口味添，無論你中意清甜果香，定係溫和草本味，都有得揀，啱晒唔同人嘅喜好。今日嘅護唇小知識就分享到呢度，中意呢篇分享嘅話，記得讚好收藏。